过来进口的美国猪肉发生生产地标示无实在的问题哦。卫生福利部部长谢水元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生产地其实是卫生单位主动查出来的，嘛强调讲会继续来针对进口商嘅店家来稽查。另外，公费的流感疫苗初二开始做哦，目前嘛传出有8例不良反应的通报。检察人员一项一项检查，各个店员进行核对。新北卫生局继续针对餐饮业、猪肉产地标示进行稽查，结果伫昨日31间店头当中，邦桥一间火锅店的猪肉原产地应该是加拿大甲丹麦，煞标示做台湾，涉嫌标示无实在，引起民众对政府食安把关的疑虑。这起卫福部长谢水元在立法院表示，所有的生产地都是卫生单位查出来的。这一次的话，是我们从我们的系统里面，那进口商有出货到下游的厂商，但下游厂商并没有去登记说他有这一个贩售这一个美国猪肉的这样子的记录。所以我们两个一查出来这中间有落差，就发动了这一个稽查的作业。另外，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2开始做，因为这一摆第一摆提供高端国家上进行大中药传出做疫苗了后不良反应通报。谢水元表示，目前总共收到8案流感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通报。包含国光、赛诺菲、东洋、甲高端等4个厂牌注射率拢差不多侪。施打率来讲的话，高端不是最少的，有出现这个不良反应的，好像到目前为止是有8件，那中间没有高端的。根据疾管署的监测，顶礼拜门急诊为流感就诊人次达到11,210人次。对目前流感疫情，谢水元认为应该爱加细致，因为真正流行期可能还未开始，而且疫苗注射了后爱2礼拜才会产生抗体。那未来有较大的流行，建议民众上好都爱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